西班牙的包蒂斯塔·阿古特今天爆冷以1比6、7比5、6比3淘汰世界排名第1的塞尔维亚名将乔科维奇，挺进迈阿密网球公开赛男单8强。男单世界排名25的包蒂斯塔·阿古特 （Roberto Bautista Agut） 接下来将遭遇上届冠军美国好手伊斯内 （John Isner）。伊斯内稍早以7比6、7斜线5、7比6、7斜线3淘汰英国对手艾德门 （Kyle Edmund）。乔科维奇 （Novak Djokovic） 今天吞败，无缘在迈阿密网赛挑战破纪录的第7关。今天比赛打到第2盘时遭遇短暂打断，恢复比赛后，乔帅握5比5平手，并在下一局取得破发优势。但包蒂斯塔·阿古特临危不乱，保住这一盘，并在鏖战2小时29分钟后胜出。这是包蒂斯塔·阿古特这个球季第2次用3盘擒服乔帅，他先前在杜哈网赛拍落乔帅后，一路闯关，最后夺冠。乔科维奇这个月在美国硬的球场的比赛表现均不佳，稍早在硬的安全第3轮及早打道回府。